婚林高客的任务，每一年的5月到7月是大出的时阵。也毋过最近小连续落大雨，互一寡已经套地啊，准备要来收成的任务，提早来落果。这个落果毋是伤细粒，无就是已经烂掉，只会当做肥料咯。高龙讲，今年的收成剩永年的1成外，希望中央会当加减甲因斗补助，互因度过即届的难关。讨好第一个任务原本应该是欢喜单收成，不过因为连续几啊天拢落大雨，互任务毋是烂去，就是提早落果，成长无完全，拢总无效。农民真无奈讲，今年收成恐惊敢若过去的1成左右。对，就是连续下那些雨，因为林务最怕的是。下雨之后，隔天出大太阳。尤其任务若是生无好，就要靠人工甲果子挽来，避免去影响到树桩。看到任务即马拢干会使做肥料，农民拢真无奈。真正有够咸，你看这下骹这，你看规个啦。果农进一步讲，真正毋捌拄过遮尔严重的状况。高坑乡公所嘛伫今仔日派人稽查，当时嘛赶紧向县政府通报，希望会使替农民争取一寡补助。收成才300斤哦，即摆收成都无半斤，而且收成迄半斤哦，本来1斤100块来讲，即摆卖都无10块。辛苦一年的成果，因为天气拢乌有去，互农民真无奈。因敢若毋望相关单位会使加关心，互因一寡支持。